10日東京之旅，終於來到最後一天。所有想吃的美食幾乎都已經吃過了，但還有一樣一直未試過，就是和牛鐵板燒。晚飯時間將近，我立即上網搜尋附近的餐廳，終於找到一間距離不遠的和牛鐵板燒店。步行幾分鐘後，我們來到餐廳門口，外面已經擺放着各式各樣的餐牌。我的目標十分明確，就是吃和牛。進入餐廳前，需要先登記才能安排入座。可惜服務員告訴我們，當晚座位已滿，而且很多客人早已預訂。我和家人都感到十分失望。正當大家商量着該怎麼辦的時候，那位服務員原來是中國人。他主動告訴我們，可以特別安排一個半小時的用餐時間，但必須準時交還座位。聽到這個消息後，我們都非常開心，終於能夠順利入內享用期待已久的和牛鐵板燒。餐廳採用卡位設計，分成左右兩邊。店內空氣尚算流通，坐下來感覺亦很舒服。餐廳使用 iPad 點餐，還可以選擇不同語言，因此點餐已經不再是問題了。桌子中央擺放着圓形鐵板，是自助燒烤形式。上方的特製抽氣扇剛好對準鐵板，把燒烤時產生的煙迅速抽走。桌子盡頭還擺放了不同種類的醬料，方便客人自行配搭。由於只有一個半小時的用餐時間，我們很快便點了雪花牛肉、牛柳、牛肩肉、牛舌等不同部位，最後還點了啤酒來解熱氣。食物很快便送到，我也立即點着爐火，用夾子把一片片牛肉放到鐵板上燒烤。牛肉很容易熟，稍微煎一下便可以翻面，再烤幾秒已經可以享用。我們還點了白飯和生菜來配搭牛肉。首先用冰涼的生菜包着熱騰騰的牛肉，再加入洋蔥絲和蒜片，最後沾上醬汁一起食用。冷凍爽脆的生菜配上剛燒好的牛肉，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。既然第一次點的食物十分美味，我們便決定再追加同樣的食物，來個第二輪。餐廳內除了我們之外，早已座無虛席，大部分客人都是年輕的日本人。整體氣氛十分熱鬧，雖然店內人多而且有些嘈雜，但完全沒有影響用餐心情，因為大家的注意力早已被鐵板上傳來的滋滋燒烤聲吸引住了。不知不覺間，時間已經接近尾聲。雖然時間過得很快，但桌上的牛肉、白飯、生菜早已被一掃而空。原本還擔心時間不夠，沒想到服務員估算得十分準確，原來一個半小時真的已經非常足夠，大家都吃得十分滿足。這頓和牛鐵板燒為我們10天的東京之旅畫上了一個完美句號。離開餐廳時，身上還帶着燒烤味，仿佛把這趟旅程最後的美好回憶一同帶離日本。